2026年7月10日每日靈修，聽從主的話語，遵行主的道。607好奇心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耶和華神吩咐他說：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隨意喫，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喫，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。創世紀2章16至17節。小故事：有一家飲食店門口擺着一個特大號的桶，這本來就很少見，而更稀奇的是桶外竟然寫着絕對不許偷看。其實這只是一個空桶，底部寫着本店有與眾不同，清純芳香的生啤酒，一杯只要25元。歡迎享用，結果引來了眾多顧客的光臨。默想，這正是傳自老祖宗夏娃的毛病，不能看的偏要看，不能吃的偏要吃。撒旦就是利用人類的弱點，讓許多人掉入罪惡的深淵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我們在你面前都是罪人，我們忽視你的教導，懷疑或誤解你的話，體貼肉體而常常不自主的掉入撒旦的誘惑和陷阱。求主赦免我們，幫助我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聽從你的話，謹守順服你的吩咐，行在你的真道上，免得我們得罪你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